如果真像信上所说，朝廷很快会派人来解除咱们的武器。本将遵王爷令，立即带几十个人回云南。你们留下的人记住，朝廷的人一到，立刻放下武器，绝对不许抵抗。走。将军，你们返回云南，真的可以救王爷的命吗？现在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朝廷要真敢杀王爷，咱就反了他。分兵四路，包围营地，上！走。启禀将军，京城方向有大队人马向我们包抄过来，对吧？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信，送的太及时了。要是晚了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传令下去，立即出发。洪大人，这些兵勇都很听话嘛。你们放心，不管你们王爷有没有问题，朝廷都不会向你们问罪的。你们是否得到什么指令？一点反抗都没有啊！回敖将军、洪大人的话，士兵们没有反抗，自愿放下武器，是因为平西王曾有下令，若朝廷的军队前来接管军营，绝不反抗，必须无条件的听从朝廷的命令。敖大人。启禀敖大人，卑职查明，吴三桂大将军胡国柱率50精骑，在咱们赶来之前离开了营地。你知道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吗？应该返回云南了。什么？返回云南去了？马上给我追！这，胡头营的兄弟跟上。洪大人，你还想替他开脱吗？吴三桂派他的部下回云南。这是明摆着想和我们朝廷大干一场，我们马上回宫向皇上禀报。敖大人，你先行一步，本官随后赶到。洪大人，你还想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想留下来了解一些情况，事有蹊跷。吴三桂根本就不知道朝廷会将他抓捕，那怎么会派人来通知他的部下回云南去报信儿呢？他又何来机会啊？洪承畴啊，洪承畴，你我以前的关系不错，本王现在奉劝你一句：朝廷撤三藩的战争即将打响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要站错了队。敖大人，请回吧。哼。大人，让开！吴公子，英雄，这是谁啊？他怎么认识你啊？他是皇上的侍卫统领，英大人。上次进宫的时候，他见过我。哼，来吧，将我也带走，正好我们一家人团聚。皇上没有下旨带你进宫，不过要请平西王福晋进宫一趟，有事相问。开什么玩笑！你们刚刚将福晋带走，现在又要带人？什么？有人将福晋带走了？臣已查明，胡国柱率人逃回云南之前，曾有几个骑马的人送信到吴三桂亲兵的驻地，信里面说，吴三桂已经获罪，被朝廷抓捕。胡国柱看了信之后，抢先一步，率50个精兵逃走了。送信的是何人？查清了吗？送信人是我清兵打扮，我怀疑假扮清军的人定是天地会所为。一派胡言！这皇宫中怎么会有天地会的人呢？洪承畴，你为了替吴三桂开脱，不惜危言耸听啊！洪大人的话绝非危言耸听，这件事情很复杂，不排除这是天地会的一个阴谋。之前宫中就出现过2次小小的泄密之事，
朕同皇娘一直怀疑宫中确实有天地会的奸细。现在朕派刘光才还有英格尔在暗查此事，不过都尚无结果，因此朕没有告诉过你们任何人。奴才无能，奴才一直没有查出真相，但此次事件可以确认，宫中确有天地会的奸细，奴才一定会加紧追查。这还得了？皇上，皇宫中竟藏着奸细，得赶紧把这些奸细抓住。这个奸细，他藏得很深，不过不急，朕一定会把他抓出来。眼下之计，是先一定要查清吴三桂与陈近南见面之事。皇上，臣说的都是实话，如有一句不实，该受9族之诛。千不该万不该，贱内不该到戏园看董小宛。贱内定是在戏园里被天地会的贼人识破了身份呐。这件事儿，皇上可亲审贱内陈圆圆。吴三桂，陈圆圆那里，朕自会亲自审问，不用你来提醒。皇上，此事定是天地会在藏，皇上你亲审贱内，自然便水落石出啊。平西王吴国柱率人跑回云南报信儿一事，你可知情？他跑回云南了？这个混蛋！我告诉过他，朝廷有军队前来，绝不能反抗，绝不能逃跑啊！他们并没有反抗，只是跑了几十个人而已。兴许胡国柱啊，他以为他回云南送信，朕就不敢杀你。他想得太天真了，太愚蠢。皇上，臣对属下管教不严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你的罪名尚未查实，起来说话。罪臣谢皇上圣恩，臣不敢起来。当时，臣为了救陈圆圆一命，与逆贼相见，这件事，臣不敢奏明皇上，臣亦戴罪。臣想，胡国柱又陷臣于不忠，臣请皇上治罪呀！好了，朕说了，你的罪名尚未查实，等查实之后再说。皇上，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云南的军心，防止有异动。臣请皇上马上下到圣旨，火速传送云南。皇上，请准许臣给云南的部将写封信，说明这边的情况，严令他们效忠朝廷，不可有任何异动。好，你写信吧，跟朕的意志一道火速送往云南。谢皇上。洪师傅，您对刚才的审讯是何看法？回皇上，此事的关键就是吴三桂所说与陈近南见面的情形是否属实。如果属实，那么吴三桂谋反之心就无从说起，他只不过是想救陈圆圆一命而已。英格尔奏报，嫉妒的人抢先一步抓走陈圆圆。嫉妒他们有阴谋啊！说吴三桂有谋反之心，并没有过硬的证据。陈圆圆那里也许有我们想要的答案，但现在陈圆圆在嫉妒他们手里，情况很复杂。皇上，不管怎样，要治吴三桂的罪，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。对了，那天小婉与陈圆圆聊了很久，他们说了什么，小婉并没有跟朕说。不过，朕倒可以去小婉那儿问问小婉，看看
有没有这方面的讯息？吴三桂最爱的女人劝他反清，他都未同意，这足以说明吴三桂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。是啊，小婉，你告诉朕的这个讯息非常重要。皇上，圆圆姐还告诉小婉，当时天地会挟持了圆圆姐，平西王为了救出圆圆姐，不得已才与天地会相见。是有人把这件事故意奏报给皇上，目的是要皇上惩治平西王，甚至杀了平西王。说得对，天地会阴险狡诈，他们想凭借此事来离间朕与吴三桂的关系。现如今，嫉妒他们一心想治吴三桂的罪，也没安好心。小婉想，简亲王借这件事执意要皇上处死平西王，是不是有些可疑？平西王见陈近南这件事，简亲王究竟从何而知？对，有道理。嫉妒可能欺骗了朕。朕判断这件事是陈近南主动向嫉妒报的信。启禀皇上，简亲王派人押着陈圆圆，现在把他押到了太和殿，并知会了其他各议政大臣。议政大臣们正要审他。皇上，英格尔，你立即去太和殿对众议政大臣传朕旨意，朕要同他们一起审陈圆圆。这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议政会议正在审问陈圆圆的案件。皇上既然来了，臣等恭请皇上圣裁。你们真是权力极大，朕驾到也不跪应。总有一日，朕会削掉你们的特权。无案重大，朕想亲自来听一听。朕要与各位议政大臣们来共同裁决，方显慎重。洪大人到！叩见皇上，臣来晚了。不晚，洪大人来得正好。郑王，现在洪承畴已到，这议政会议才算是完整的议政会议。都坐下吧。谢皇上。你现在是吴三桂的证人，不是嫌犯，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朕问你，在江南你被天地会带走，他们为何带你走？什么时间？究竟有什么目的？他们带走圆圆的目的是想要通过圆圆与我家王爷见面。吴三桂与陈近南见面，就真的只是为了救你，没有其他原因吗？回皇上话，皇上可以想想，天地会是如此的仇恨吴三桂，在云南的天地会成员几乎被三桂赶尽杀绝，他们数次想谋杀三桂魏国。既然这么讲，吴三桂并没有承诺陈近南什么事情，他为什么会放你们呢？陈近南可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杀吴三桂的机会呀！大人，事实如此，我不敢瞎说。虽然三桂只带了20个侍卫，可这20个侍卫都是1等1的高手。三桂还警告陈近南说，若他敢轻举妄动的话，陈近南也将必死无疑。所以我想，陈近南定是不想看到一个同归于尽的局面吧。总不会是说陈近南怕同归于尽就会放了你们吧？陈近南和他手下这一帮歹徒岂会是怕死之辈？朕倒相信这些。当初吴三桂因陈圆圆不惜反叛大明王朝，区区几个贼匪，他岂能放在眼里？朕相信他。
多谢皇上，圆圆的话句句属实。天地会原来的目标，便是让吴三桂起兵反清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，对于我们天地会来说，那是比登天还难。吴三桂若不能为我所用，则必须杀他。因此，本舵主才谋划了此计，借简亲王嫉妒之手，将他彻底除去。来，圆圆姐，请坐下。皇上派人送我到这里来，有何用意？其实，请圆圆姐过来是小婉的意思。小婉跟皇上说，若平西王一案有什么疑团，兴许小婉可以从圆圆姐这里解开谜团。那这么说，那日我同你讲的话，你都已经告诉皇上了？是，圆圆姐讲的话，小婉都告诉皇上了。董小婉，亏我拿你当知心姐妹，你竟然出卖我！圆圆姐，董小婉啊，董小婉，你真是心计颇深呐！你骗得了我的信任，掏出了我的心里话，帮着皇上一起对付吴三桂。我真是没有看出来呀。如今你得计了，立了大功，你的戏可比姐姐演的好10倍呀！难怪你可以俘获龙心，进入皇宫。圆圆姐，你误会了。小婉那日跟皇上说出那些话，小婉也是迫于无奈之举啊。昨日皇上过来，特意问及平西王的事情。小婉见事态重大，不得不说，皇上必须要知道实情啊。而且，小婉是在得到皇上保证，绝不追究姐姐之过的情况下，方才和盘托出。姐姐，小婉是真心为姐姐好，小婉是想帮姐姐脱离困境啊。你当真是为了姐姐好，是为了我想？若姐姐不信，小婉可以发誓。小婉是真心为了姐姐。如果皇上治姐姐的罪，小婉愿意以性命相逼。妹妹不必发这么重的誓，姐姐相信你了。可是你救姐姐又有何用呢？现在朝廷他们要杀三桂，如果三桂被杀，姐姐是一定会随他而去的。姐姐，你听小婉把话说完。小婉不仅是想保姐姐平安，小婉也想保平西王平安。皇上，臣认为陈圆圆对小婉说的话是可信的。朕也认为是可信的。陈圆圆并无动机欺骗朕，若吴三桂有反心，又岂会进京来觐见朕？那现在皇上认为吴三桂所说的话应该是10分可信了吧？9分可信，还有1分可疑。那1分是？那1分便是吴三桂的部将吴国柱带人逃跑一事，吴三桂说他并不知情，但朕不相信他不知情，朕宁愿相信他是事先安排好的。皇上圣明啊！如果吴三桂担心他同陈近南见面的事情朝廷会知道，他一定会做出某种的安排，以求自保。皇上，若胡国柱逃回云南，却是吴三桂的命令，皇上不打算问他的罪吗？对，他或是自保之举。他不承认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这是隐情之罪，并不是谋反之罪。如果朕处置不当，那就会铸成大错，危及天下呀！皇上高瞻远瞩，胸如明镜。如今在处置重大案件上面，
皇上乃是举重若轻，沉着干练，是我大清之福啊！走，立刻随朕去裁断吴案。各位王爷，是不是？我认。说的有道理啊！万岁爷，请各位大人到太和殿裁处平西王一案。众位爱卿，朕已得出结论，吴三桂并无反清之意，是天地会从中构陷，离间我朝中重臣。吴三桂不能放，案子还没有审清楚，还不能认定吴三桂是无罪的。请皇上明鉴。你们让朕明鉴，好。现在朕就问问简亲王，朕问你，陈近南与吴三桂见面一事，你真的是从你江南家丁的口中得知的吗？基督，皇上在问你话呢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赶紧如实禀报皇上。回禀皇上，臣得来的消息确实是江南家丁带回来的。哦，那现在这个人在何处啊？已经回江南了。皇上，这件事情很重要吗？臣以为这只是细枝末节呀。皇上，本来是小事一桩，但是简亲王胆敢欺骗皇上，便不是细枝末节了。欺骗？简亲王为何要欺骗皇上啊？洪大人，未免太荒唐了吧？嫉妒，看来你还是不想把真相说出来。好，朕跟你换种方法说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这来人呐！走。皇上，基督，你这消息到底从何而来？为何皇上几番问起？到底有什么隐情？还不赶紧如实禀报皇上？快说呀！皇上，消息来源确有隐情，请皇上宽恕。有何隐情？说来听听。臣在议政会议听取吴三桂禀报的前一日，莫名其妙收到一陌生男子送来的一封信，信上言之凿凿，说吴三桂曾与天地会贼首陈近南见面，密谋造反之事。臣在议政会议假说，接到了江南的密报，吴三桂果然认了此事。皇上问起，臣不知这事是何人所为，怕对皇上解释不清，怕皇上误会，就在最初说是收到了江南的密报。臣绝非故意，绝无隐瞒皇上之心，请皇上原谅。季度，你收到的这封信，朕已查明是天地会所为。他们之所以把信给你季度，你要好好想想，到底是何原因呢？节度，这件事涉及江山社稷，你竟敢对皇上欺瞒撒谎，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，你知道吗？犯了欺君之罪，那是要杀头的。好了，敖大人您的忠君，朕很欣慰。不过，朕不至于就那么点小气量的。不然朕哪日不高兴了，难不成要把你们所有的人头通通砍下来？吉尔哈朗，朕说的没错吧？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啊！
基督，还不赶紧谢皇上的不杀之恩？臣叩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在吴三桂这件事情上，天地会用心极其的险恶，完全是在离间君臣关系。朕可以告诉你们，其实陈近南，他就是想把吴三桂和朝廷之间搅乱了，搅得越乱越好。要么逼吴三桂起兵反我大清，要么借我朝廷之手一刀杀了吴三桂。其实，朕要是定了吴三桂的谋反罪，就上了陈近南的当。因此，诸位议政大臣要清醒地看到陈近南故意设下的圈套，看清楚此事的真相。皇上圣明。皇上圣明。臣索尼没有任何疑问了。吴三桂之事全凭皇上圣断。唉，老臣愚昧，老臣糊涂了。皇上，老臣先前对事情的真相还不明了，现在皇上已查清是天地会从中作梗，我大清朝岂能上毛贼的当，自相残杀呢？全凭皇上圣断。平西王，刘公公，传圣上口谕。罪臣吴三桂接旨。查平西王吴三桂江南天地会一案，是天地会设计的阴谋。平西王吴三桂谋反一说，实属无稽之谈，着平西王吴三桂无罪开释。谢圣上隆恩。小婉妹妹，皇上终于圣断三桂无罪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圆圆姐，你不用谢我，是皇上英明裁断，该谢皇上才是啊。皇上真是英明啊，务必请妹妹帮我向皇上转达感谢之意。圆圆姐放心，小婉一定会转告的，一定会。董主子，福晋该走了。圆圆姐，此次一别，也不知何日再能相见。小婉会想圆圆姐的。我也是，我的好妹妹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小婉送送圆圆姐。皇帝对此事处理得甚为妥当，并没有被假象所蒙蔽，又很快查明事实，避免了一次冤杀。议政会议那些重臣也都心服口服。皇娘，不瞒您说，儿子为了让这几位议政大臣无话可说，为此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机。不过这件事情最大的功臣还是董小宛。若不是小婉与陈圆圆的姐妹情谊，她也不可能问出陈圆圆的隐情，要不然朕还真难对付这几位议政大臣。董小宛的确聪明，这个额娘知道。还有3个月，皇帝就要亲掌两黄旗了。额娘希望议政会议交出另一半旗印的时候，大臣们放心，不出现任何麻烦。到了那时候，我大清就迎来了更加安稳祥和的局面。洪承畴，你说是吗？太后圣明，议政会议交出两黄旗印是件天大的事，老臣一定会尽力协助皇上，妥善做好亲掌两黄旗印的准备。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。喜从何来？老臣今日安排了14格格，见过吴三桂的世子吴应雄。他们见面如何？洪师傅，朕的14妹
表现如何呀？他们两人相谈甚欢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谈。好，好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如果14格格同吴应熊真的能够奉旨联姻，这样吴三桂必将感念皇恩浩大，会更加忠于朝廷，忠于太后，忠于皇上啊！皇室与吴三桂联姻固然重要，但朕也希望朕的14妹能够幸福。皇上，既然14格格与吴应熊一见如故，臣想，他们如果有缘结为夫妻，必定琴瑟和鸣，于公于私，那都是天大的美事。再者，皇上就可以顺理成章将吴应熊留在京城，便可以保证吴三桂永无异心。圣旨到，传平西王吴三桂接旨。臣吴三桂接旨。传皇上口谕，传平西王吴三桂携福晋陈圆圆即刻进宫，钦此。臣接旨。王爷，请起吧。公公，在下正要动身回云南，皇上突召微臣进宫，不知是何事啊？王爷，奴才也不知何事，万岁爷只是让奴才传旨，让王爷和福晋速速进宫，不得耽误。谢公公。王爷，请动身吧。好，请。请。哎呀，这皇上和太后娘娘赏赐酒席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啊，好像是有2位大人要来，不知是哪2位啊？啊？洪承畴深受皇上恩泽，想必只有洪大人知道其中的端详吧？洪大人是否能告诉我们？今天皇上赐宴为何呀？那2张空位，又是给何人准备的？皇上、太后娘娘驾到！皇上吉祥，太后娘娘吉祥。众位爱卿，都坐吧。谢皇上。皇额娘，这事儿您来说吧。诸位一定很想知道，是何事要在御花园赐宴，把大家请来，一起见证祝贺朝中的一件大事啊！回太后娘娘，老臣以为是皇室有什么喜事，太后娘娘跟皇上要与臣子们同喜。郑王爷真厉害，一语道破了天机。那么郑王爷又能否讲得明白些？郑王爷，请坐下说话。谢太后娘娘。是何喜事？老臣说不出所以来。不过老臣以为，这件事情跟这2张空着的桌椅有关呐。那咱们就等这2位到来，再揭谜底。
平西王，请。谢刘公。启禀万岁爷，平西王吴三桂及福晋陈圆圆已到，有请。这。臣吴三桂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臣妾陈圆圆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吴三桂啊，今日朕与皇太后在御花园设宴，是为了平西王和皇室之间的一桩婚事。是何婚事？你应该清楚吧？回皇上话，微臣真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洪大人昨天不是去你家提亲了吗？啊，洪大人昨天确实提过此事，犬子也到洪大人府上见过一女子，可是洪大人并未告诉微臣这个女子是谁。那今日朕告诉你，此女子便是先帝的14格格，朕的亲妹和硕公主。臣不知。犬子见的是皇14格格和硕公主，臣真是该死，不知犬子是否冒犯了公主。朕问过14妹，她说她对贵公子的印象还不错。吴三桂，朕是有意册封吴应熊为额驸。臣的犬子哪能配得上皇室公主？臣谢皇上圣恩，谢太后圣恩。吴三桂，那么就在京城多待几日，等公子与格格的喜事办完之后再走。臣遵旨。对了，今日朕借这个喜宴再宣布一件事情：因吴三桂与皇室联姻，平西王的王位可承传世袭。皇上圣恩，臣唯有鞠躬尽瘁，谢皇上圣恩。吴应熊要留在京城，需要有一官职。朕赐封吴应熊为左副都御史，正3品。皇上铁恩，臣无以为报。臣明日携犬子进宫，叩谢圣恩。好，平西王，你们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平西王，坐。谢皇上，谢太后，谢太后。开席。诸位爱卿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一定要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谢皇上。皇后娘娘吉祥。刘公公，皇上今日可喝得高兴啊？皇上喝得高兴，今儿是喜日子，皇上喝得十分高兴。那好，今晚本宫想让皇上歇在本宫这里。公公请皇上翻牌的时候，务必把本宫的牌子放在最明显之处。若皇上有意回避，有另择他宫之意，请公公务必提醒皇上。太后娘娘可是盼着早日抱上皇上和皇后所生的孩子，请皇上务必歇在坤宁宫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尽力去办。
万岁爷，时辰不早了，该翻牌子了。万岁爷，想歇息在奶宫，奴才好传旨，让奶宫做好准备啊。皇后的牌子如此醒目，是不是她对你做过交代？万岁爷，皇后娘娘的确吩咐过奴才，说一定让万岁爷歇息在坤宁宫。皇后娘娘说，这也是太后娘娘的心愿。刘光才，今日朕高兴。今晚朕呢，就想歇驾在小婉那里，皇后娘娘那边，你就去帮朕，表示一下歉意吧。万岁爷，太后娘娘也盼着皇后娘娘早生子嗣啊！皇后娘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恭迎圣驾呢。别说了，朕说了，朕今日高兴，朕还饮了不少酒，所以朕只能歇驾在朕最爱的女人那里。如果你们非要让朕歇驾在坤宁宫，那朕如果借着酒劲儿控制不住自己，一脚给踹下去怎么办？把皇后娘娘踹到床榻下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